天道盟的盟主铁霸詹英富兄弟啊，和太阳能盟副盟主洪瑞峰等人涉嫌开公司洗钱逃走税，兼赃风去超约谈20外个人，先后这3个人是100万至300万交保，接受电子监控。开门，不然我要破门了。拄报铁警队攻击经济不法的疑点，具体上大的对象是伊。天道盟盟主铁霸詹英富行伫上头前，也小弟太保詹英进，甲太阳能盟副盟主迈克洪瑞峰共款被拘提，检方核实了100万到300万交保，各挂科技设备监控。这2位兄弟，他们在110年起就开始去借接博弈集团，借着第三方支付的方式来出金跟入金有关于赌资的一个部分。警署交这摆行动发现有半交网站业者涉嫌交给第三方支付、设备交金等不法锁定，经过检方初步清查，推估非法洗钱金额超过数十亿。詹英富兄弟被控涉嫌主导一切。电信公司、网络公司、三方支付以及非法的币商，都有帮派介入的一个痕迹。那在这个产业链里面，手法不断的推陈出新，现在又结合了白领的专业人员，然后又公司化。乌邦有那勘察报告，警方掌握金流，佮查出洪瑞峰为警察正做乌邦主要角色，经营的电子设备公司有那找人头囝是员工，勘察逃走税，小明购有大笔不详的款项，怀疑有不法。即马2个案件，检警公布侦办，照半缴洗钱、税关加征法等罪嫌继续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